總之逆行，逆行，逆行。果然你哋係懂流量嘅。逆行。係啦，嗱，跟住落嚟我要分享嘅就係非常之正，但係非常之正。現實中就唔好做呢一件事。現實中就要忠於自我，注意交通安全啊！係啦，忠於自我，唔好逆行啊！逆風飛行送俾大家，逆行。如殘酷是旅程，只想釋放天性，不懂禮貌回應。如馴服是過程，怎可刻意適應？算我不認命，似萬藤懸崖生長，難迎難再上，不稀罕普世來鼓掌。似石頭沿途風霜，仍還強壯化，不伸手討要誰欣賞？為什麼定義我？世界不應該只得一種結果，用什麼愛我？就算聽不到祝福，我亦如我，雖千百萬人一意逆行，只想到有年少時一點天真，歲月在烙印，放任吧靈魂。似萬藤懸崖生長，難迎難再上，不稀罕普世來鼓掌。似石頭沿途風霜，人還強再生，不伸手討要誰欣賞？為什麼定義我？世界不應該只得一種結果，用什麼愛我？就算聽不到祝福，我亦如我，雖千百萬人
多謝奕恒。